再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要竞选连任，今仔日竞争对手民进党的参选人蔡明显表讲，马文君伫玻璃的徛家起伫国有的农地顶头是违建哦。国产署是表示讲，土地部分是用租的，也毋过建筑物敢是违建，要由县政府来认定。马文君伫下晡嘛伫面册表示讲哦，这拢是选举的幕后，伊住30几栋路拢无问题。县政府嘛表示讲，玻璃的定公所会来调查。 出入口的大门关条条，边仔阁有警察局的巡逻箱啊，即搭互树啊包围条例的别庄，对外口看起来是真压贴。当地民众讲，这是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因兜的已经有30-40档的历史。无，伊拢无个准，即因老爸怎啊起就是一间地啊，安尼尔。就是拢无改过就安尼啊啦吼。安尼啊，原本就是遮，我知影就是遮，因为我怎嘛刷来遮无偌久啊。哦，赶紧抽的，按抽几年啊？我那30-40年咯。 共选区的民进党立委参选人蔡明显初6了开记者会，即日马文君因兜的别庄起伫咧玻璃一搭国有的田地顶头，建筑物本身占地70平是违建农舍，规个佮包括车边啊等等，拢总占地700平，是违法使用田地。你农地没有农用，豪宅又在变成一个豪华大庄园，还有停车棚，还有水泥路、高围墙。 这些都不是农业设施哈，还有疑似警卫室的独栋的一个小屋啦哈，都跟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建设都毫无关系。我们在91年间就已经出租了，当然现在是这个都市计划是农业区嘛啊，所以那个上面盖这个房子到底有没有违反法令规定，我会去问县政府。 国产署表示，当事人是伫咧2002年期间合法来做国有地，这栋别庄起伫咧都市计划农业区内底的争议，应该要由南投县府来认定。也那马文君的团队先以文字说明，强调这一切拢是为着选举来操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